A 加號60秒教你點樣撐低對手。比賽嘅時候好想同對手保持距離，用撐腳可以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撐腳可以前撐又得，後撐又得，又可以高低交替咁樣撐，有時撐下對手個肚，有時撐下對手個頭。撐腳唔難練，你只要肯練，一定可以撐低對手。日常練習第一招，左撐腳，第二招，右撐腳，第三招，左右撐腳，第四招，右凌空撐腳，第五招，左凌空撐腳。得閒就上嚟同我哋一齊操下。